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无？欢迎收看福起来係阿明哥劉孝明，講起金泰蘭，我哋誒幫你講，我哋講係七寶燒啦，算是係中國的傳統工藝裡面最重要一項。我哋今日要請到來賓係來自我哋高雄太素嘅郭祖新郭先生來到我哋現場，而唔單止係國內首支我哋嘅金泰蘭，個有名嘅伊啲傳統嘅工藝師，同時伊喺做線上有限嘅時間。嘛，我去研究幼育，把一套傳統嘅工藝發揮到伊個最新嘅伊個技術。但同時呢，伊又開民俗，伊希望講把一套傳統嘅伊個金泰蘭嘅藝術推入民俗結合起來。但是一兩個東西按樣結合起來呢，我哋今日都邀請伊來到我哋嘅現場，才能講，伊當初很樣把一兩件事情去結合起來嘅。我哋馬上歡迎今日來賓郭祖新郭先生來到現場。高老師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朋友、觀眾大家好。同時間我哋呢郭先生嘅家位，我哋饒佑宇、廖佑儀先生嘛來到現場。老師你好，主持人你好，我是來自大樹南瓜屋饒佑宇。好，歡迎兩位歡迎兩位來到我們現場。謝謝。那剛剛我們的饒老師已經有說了，南瓜屋。對不對？其實我們知道，我們剛剛一開始的時候就有跟我們的觀眾朋友先講到，就是我們今天會有兩個主題哦，一個是金泰蘭，一個是後來我們的民宿。好，但是今天我們就慢慢的把這樣的故事跟我們的觀眾朋友先講。但是一剛開始，我們剛剛有聽有想要問兩位的，就是說高老師是不是客家人？我不是客家人，但是我在小時候到小學4年級。那時候因為爸爸的工作關係，我住在旗山有6個年頭。是。那旗山大家知道，隔壁就是美濃客家村，所以我們跟這個客家人的他的社區生活習慣都非常的熟悉，也大家都很彼此相處很愉快。那個時候大概是幾歲的時候？那時候是應該是幼稚園到小學4年級。是。所以同學裡面有沒有客家人啊？有，旁邊就是美濃而已啊。同學當然客家人多，而且我之前我在職場工作是國中的老師，也很多客家的同事。對，所以說對於客家話應該不會很陌生了。對，都常常聽他們講，也都耳熟能詳，但是。因為沒有講出來的習慣，所以我本身是不會直接講出客家語，但是聽也因為聽了實在幾十年，所以也多少聽得懂一些。但係郭先生伊這個係來自莊主啦，嗰屬於咩行業？但是也要加嘅，頭先我哋講伊係饒佑宇老師，但是伊具體睇到伊係行業，但是喺那邊嘅行業咯，觀眾朋友可能同我傾向說可能係可能廣東啦、廣西啦，但是沒有這麼伊係那之類嘅。我想請問一下饒老師，你是不是客家人？是。你是哪邊的客家人？我是中國福建武夷山，就是埔城縣。埔城縣南平市。南平市。對。那邊一直以來都是客家的村莊嘛？對，都是客家村莊很多，真的。客家村莊很多。那你自己本身是第3代的客家人了。對。那你自己會不會講客家話？就是爸爸媽媽他是沒有跟我講過客家話，只是他們的親人來的時候，他會講，跟他們溝通客家話，所以我會學一點點簡單的，這樣。對。因為一般來講吼，差唔多談到講下可能喺我哋譬如講我哋台灣嗰流行嘅四海太平岸啊，譬如講我哋嘅西安啊、海陸豐啦、太湖強啊、饒平啊，還有人哋再往下。但是今日我哋呢，姚先生講嘅有一些唔同嘅夢想，譬如講我哋先生講太高，然後就是大姐，就是太高，他急這樣。他急。對，跟客家話一樣嗎？有一點點相同，有一點點相同。是。那這樣子的話，您常常會，你會常回到那個武夷山南平市嗎？
就是一两年回去一次这样。1、2年回去一次，其实也还算是蛮频繁的啦哈。对。那你回去的话，你通常因为其实你来台湾也看过台湾的一些物产啊什么之类的，那你回去的话会带什么样的纪念品给你，就是在南平市的一些亲戚呢？哦，有，就是一些茶叶类的啊，然后那个保健品。保健品带回去给家人这样保健。保健品我可以理解了哈，因为其实本来就是可能家中是会有一些长辈的话会带一些台湾的保健品，可是茶的话我就有点不理解，武夷山茶不是世界有名吗？为什么还要带台湾的茶回去呢？就是我家里弟弟哥哥他们都喜欢这边的茶，是说很香，很香，真的，他们就是每一年回去都会交代我。就是要茶叶，对，因为其实我们发酵的方式不同啦，哈，就是其实发酵台湾的茶有台湾的茶的一个制造的方法，那中国那边的制造的方法是不大同的，所以其实虽然说武夷山茶也是世界有名，但是其实他们就两岸的交流，对他们就不喜欢，他就喜欢台湾的茶叶。你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说一下，譬如说像武夷山啊或者南平市有什么特殊的一些菜肴吗？有，就是像我们回去，就是妈妈都会煮一些粉干类的那种，也是米做的粉干。粉干类，对，很好吃。所谓米做的粉干，是说有点类似像云南的那个米线米干之类的吗？对对，就是跟云南应该是不一样，只是就是武夷山特产的。煮好，然后我们家里就是爸爸妈妈他们会养一些土鸡鸭啦，然后就鸭子，然后就熬了1、2个小时，然后就把混煮在一起，这样是，对，挺好吃的。然后就有点类似像就是高汤，对，然后配那个粉干，对对对。那一般来说的话，这是算是主食吗？对，主食。算主食。主食。然后那有没有因为我们常常会说会有什么咸菜啦，然后粉蒸肉啦，在那边也会有吗？有。然后那个什么就是，肉就是什么馄饨啊，你们这边叫馄饨，我们叫饼肉。哦，饼肉。对，啊，饼肉那边也是很有名的。是。对。一般来说早餐都是什么样的一个？早餐就是锅冰糊啊，锅冰糊也是米做的。就是它们是一个锅这么大，然后下面就是佐料下去，就是很多材料煮好了。对。然后它的锅，然后那个米浆就撒在那个锅边里面，然后就铲在，他也有吃过铲在，他们就是早餐配油条这样，配面包，有点像我们台南的鼎边趖。对，我正要讲，就好像听起来像是鼎边趖那个样子，就像基隆庙口的，对，也是这种名产。因为他刚刚那个饶老师在说的时候，我就想说，我好像在基隆庙口看到他们就是下面就是一个算是大的锅，对，大的一个算是菜汤嘛，对，然后再把米浆放在锅边之后，然后它一整个熟了之后就把它铲下去，是哦，这样子啊，所以在武夷山那边是这样子吃，对，早点是这样，早点这样子吃，然后曾经跟他一起回去，也是在路边很喜欢，就觉得说跟我台南的家乡的一样，是没有错，但是很特殊的是它配油条，配油条也可以包着点，因为吃得饱一点就多吃一些东西。对，没有错。但是因为我们的鼎边趖就是一碗嘛，哈，我们不会是额外去配油条，可是很特殊的，它配油条。那这样中午呢？中午他们是会吃一些饭类的东西。常常我们会说，擂茶，因为其实擂茶从中国传来之后，其实在南部并没有发展出来啦。好，因为南部并没有擂茶的系统，那北部是还有。可是因为我有一些属于在东南亚的客家人，他们是直接从中国到马来西亚或者到印尼的客家人，他们就说他们的擂茶其实吃的比台湾的还丰富。他们擂茶里面是有饭，有肉。有青菜，只不过他们的汤是那种我们说的茶汤，所以他们擂茶就等于是我们闽南语的所谓的饭汤、本汤那个样子。那不知道武夷山那边还有没有擂茶的这样子的一个习惯？这个我是没看过有。是没看过擂茶的系统。对，就是豆浆，他们都是豆浆配馒头什么之类的，早上就是吃这样。那口味呢？口味是会偏辣吗？还是说也是偏咸？他们是偏比较重口味，是重口味，
较辣，微辣的。是。像我这一次回去也是，他们都吃很辣，我就说我有点不习惯了，因为太辣了，对，已经太辣了。他说没有辣，我们都重视养生，所以没有辣，他们就煮不了菜这样。是。对啊，是重口味的。对啊，可是我讲吼，其实中國係個貴泰嘅地方，你像我哋台灣，安尼細細用我哋客家都有5種嘅客家，其實吼喺中國嘅話，有時係高位的山，高位的量吼，其實冇行到吉普路，冇可能嗰種10公里安尼，可能也會口音都完全標嘅，完全都冇腔調。但是我想請問一下高老師哈，因為其實剛剛饶老師是從武夷山來的，而你一直都在台南，你們兩個是怎麼認識？因為我們民宿是在民國101年就成立，但是我的原配在105年左右過世，然後恰好，老女士她先生也在10多年前過世，然後因為一個男人要整個撐住民宿的所有工作很辛苦，所以就由我的二姐，然後介紹認識，然後彼此慢慢適應，相知相惜，覺得還可以蠻契合的，所以大家就變成說共同這樣子生活在一起，很棒。就是彼此找到一個互相走下去、支持下去的人哈，其實這個是最好的一個結果。是。頭先我哋開始嘅時節，都有講到講我哋嘅高先生，伊本身對做健泰蘭呢件事情都有研究。那下一段節目我哋請我哋高先生同我哋講，乜嘢到健泰蘭，同時伊係讓我哋做嘅休息一下，我哋馬上過來喲。翻過來，復起來嘅，上節目我哋來自高雄太叔嘅高祖新高先生，還有一位家嘅姚永儀姚先生來到現場同我哋講，一定當中很有認識嘅過程。我想請問一下我哋那個高先生哈，因為剛剛其實我們一剛開始已經有介紹到，其實今天高老師其實是一個算是景泰蘭的一個專家啦哈，只是在節目開始之前，是不是可以跟我們的觀眾朋友先介紹一下什麼是景泰蘭？景泰這2個字是1453年明朝景帝景泰年間的這個年號，然後當時，由西域絲路這樣傳進來的這種特殊的工藝品，然後它發展出來藍色的，就像我太太這個身上穿的這個藍色衣服，這個是含有我們以今天化學的觀點來講是鈷60的鈷的金屬氧化物成分燒出來的，是很棒的，獨步全球的一種深藍色或又叫做寶藍色的一種釉藥的成色。所以，因為這一部分的美術工藝作品獨步全球，所以就把這一類型的工藝品都叫做景泰藍，然後流傳到全世界之後。反而目前全世界發展比較好的在法國、意大利跟日本。那東方的日本，它也另外一個名稱叫做七寶燒，叫做 Shiboriaki。為什麼叫七寶？因為就像佛教世界的7種寶石的那種光澤，所以在整個作品裡面呈現的有點像玉或者那種溫潤的感覺，所以就叫七寶燒。當然，整個作品歸類屬於叫做一種叫珐琅器，所以如果是在我們故宮裡面，它的特展，它的標題要不叫珐琅器、珐琅特展這樣子。那珐琅就是英文所謂的 enamel， 所以這是在全世界各地都同時間有不同的作品呈現，那不太一樣的名稱。那老師當初怎麼會接觸到景泰藍這樣子的一個工藝呢？是因為我從小家裡爸爸就祖傳下來，就一直做，所以可以說我在小時候甚至在地上爬，在學走路就看到爸爸一直都在工作。那我在當時沒有刻意的去學，
不过在差不多民国70年左右，我恰好是当国中老师1年实习之后当兵，陆战队我又支援到东沙群岛。当我东沙群岛退伍回来，踏到高雄港的时候，一打电话，竟然我爸爸心肌梗塞，已经过世3个月，所以我当时傻眼了，因为本来在当兵之前跟爸爸很多，要一起创业，一起做很多的类似艺术工作的计划完全打乱掉了，所以我沉寂了几天，实在是很难接受这个事实，因为最好的生活导师已经不见了。但是因为回到家里看到爸爸留下来的一些书籍都是日文的，还有他有一些是笔记，然后面对家里的药、家里的幼药几百种，那如果说我就从此不理他，那这个记忆在台湾有可能就失传。那因为我本身的工作还是我是师范大学化学系毕业，恰好对这个幼药的它的组成各方面会比较容易上手的机会很大，再加上从小爸爸当时我小时候在旗山，从小爸爸也有就带我们在旗山公园，然后写生，慢慢培养一定的这种美学的一种素养，所以我在想，是不是我可以把家里的这个传承来，所以我就利用课余之暇，没日没夜的一直做实验的精神，慢慢去把它一方面先模仿，回忆到从小到大看爸爸在做，然后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发现，还是有不足的地方，所以我又后来在寒暑假，因为还好真的是当老师，寒暑假的时间就到欧洲去这样转一下，去看他们的作品，然后拜访一些诗人的工作坊，也到日本去刻意的去学，因为日本从我们明朝以后，恰好把中国的这一份的传统工艺也达到有特定的一个它的功力在，因为他们的对幼药的这个调配，我发现以目前全世界来讲，它已经有不弱于中国大陆的水准，所以经过几次的到日本，然后就学观摩回来，再加上自己很认真的想到这个传统，我们的景泰就像故宫所藏的，都是典型的器物，都是掐丝为主的。那如何能够突破这个祖辈留下来的？我想到，我比较喜欢的是山水类的，所以又加上我们中华文化传承下来的那种文人的素养，我就终于找到我能够努力的方向。其实以下尾的算是景泰人的学习的一个基础，虽然讲是家传的啦，但是伊可以可惜其实无学到几多，因为爸爸睇作品的时候，已经过身的。但是伊好彩係即個係伊的發學嘅時候，嗰時對幼育也部分有幾多嘅會去研究的部分，同時加上以及加為伊的會努力去學習，嗰時會有變成今日的成就。但是我想請問一下我們的老師，就是說，因為其實像景泰藍這件事情，除了就是說是您小時候這個回憶之外，同時似乎是當時你好像是跟爸爸有一個契約，就是說，以後當你退伍之後，其實你是要繼承衣缽的。是。可是那這樣子在之前，就是說在你還沒有當兵之前，比如說你高中時候，你有沒有多多少少有接觸呢？當然，景泰藍這一門的工藝，在古代來講都是皇宮，皇帝主導之下一個作坊，那它的技法至少有好幾十種，而且整個很繁複。那從小看到爸爸在做，偶爾也覺得很新奇，我當然會打個下手，玩一玩玩票。但是說整套的是，直到失去爸爸的扶持，我才徹底的腳踏實地的每一步驟，慢慢的去把它摸索出來。
是这样子的。所以其实感觉上，在每一个步骤在摸索的时候，其实也是重新回到自己年少的时候的那个记忆的，是一个一个是捡拾回来，曾经看过这个步对骤，但是不知道那个时候这是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慢慢的就是加上细节，因为自己本身也是学化学专业的嘛，然后就慢慢把自己这套技的算是科学的方法，去融入了一个传统的工艺里面去。可是很特殊的就是说，可是老师的作品好像不走传统的掐丝的方法，是，为什么啊？因为传统的掐丝方法从1453年到今天已经500-600年，对。故宫也珍藏了那么多的珍品，那也就是我们一般来说对于景泰蓝的一种传统印象嘛，就是感觉就是这个非常繁复的花瓶啊，或者是非常繁复的一个艺术品。是，对。那景泰蓝，我首先讲，它最主要分成3大类。第一种，它最大的特点是它的形状是用手工捏出铜线或者银线，然后焊接上去，让它有一个特定的形状，这第一种。第二种就是类似有敲打，让它有凹凸，然后在上釉之后就有眼镜深浅的感觉，这是第二种叫内填珐琅。这些都在明朝、清朝以来就已经都陆续有不错的作品，尤其是掐丝的部分。我刚刚提到的日本的七宝烧，它曾经在日本占据东三省的时候，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他现在在沈阳的他的故居，日本人都有送给他很棒的作品，那都流传世界很著名的。那第三种就是这种类似画珐琅的方式，就是说它比较没有凹凸啊，也没有掐丝特定形状，然后是有点是结合了西洋的印象派的山水画，类似把它这样比较写意的做成像风景。那我当时摸索了前后10几20年之后，我发现我只能用这种方式来呈现我的理念，来超越爸爸或者说祖先那一种一做就好几十年那种很深的功力，我实在没有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就马上说要超越了几百年前的作品。因为其实我们常常会是说，比如说我们上釉上去，然后温度烧上去之后，它可能有些会留下来，或者是有些会像这样子一幅画，它要分批的烧吗？还是说一次就会烧出来？这个比一般的油画或水彩困难度在于，这个材料景泰蓝的材料，它的釉料是类似我们小时候在做的，沙滩上的沙子，然后在做的沙画那种完全一样，所以你没有办法去画，你只能说我把这个景泰蓝的这种材料，我想好我哪边要着什么色，我手边就有好几百种颜色。然后你都要有曾经试验过，说烧出来会不会变，然后怎么混变成渐层色系，然后我就把这个沙子类似的那种颜料，稍微和一点水，让它稍微有一点有点固着力，之后有点像堆上去，然后想办法就这样炉子打开，瞬间这样进去烧。困难的就是说，我打开炉的时候，我全身要整个着装是消防队的那种完全的多层防护，然后甚至手还伸进去1000度以上的炉子里面，然后赶快摆好了之后，关起门来，关着窑门，然后凭着经验，所以这个要不断做实验啊，要试验不然，然后让它融化恰好在某种特定温度，它的底层跟铜片，因为它的底层整个都是胎体是工艺品是铜，如果是刚刚说厨具是铁。当然，目前铜为主，银也有一部分都发展出来，金稍微因为太贵了，然后等差不多拿出，你要凭着经验烧灼一次出来，我发现手指哪边又有破洞，哪边就是要再补一次就对了，再补，顶多这一个作品大概是在3到5次你就要完成。可是其实也的作品其实归难得去处理哈，但是我们把有另外的作品，我们下一段节目我们讲也很容易做的，休息下哦，等下我们马上过来。
欢迎过来，福起来！所有节目我哋来自高雄太叔嘅高祖先先生，还有一家嘅杨友仪先生，来到我哋现场同我哋讲當初嘅金泰蘭慶陽嘅作為。咁所有嘅節目地方我哋已經收嘅一啲作品，咁一堂節目我哋像我哋嘅高先生同我哋收嘅另外的作品。像高老師，你剛剛有提到，就是說，其實像剛剛那個作品。真的是颠覆了我们对于绘画的一个想象啦，因为一般来说，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啊，它就这样立着，然后你就层层叠叠的把釉药弄上去，然后顶多拿去烧。结果后来发现不是，它可能是一个躺平的，但是你要去设想说这个釉药本身。它到时候烧出来是什么颜色？对，好，一部分要先同观众朋友想一下讲，因为我的釉药吼，以这个色神同烧出来色神嘿完全不同样诶，等于就是釉药的颜色跟烧出来会变成什么颜色是不一样的。哎，对。对，因此你等于就是说，你认为这个地方该是红色的，该是绿色的，你就是要把那个相关的釉要把它放进去，然后再领着大火、大热火去把它送进去，对，然后烧了之后再把它拿出来，又在稍微冷却的时候再上第二次。对，所以说等于是一个作品里面几乎来来回回的要4、5次。差不多是4、5次，而且不能太多次，因为到第4、5次你还是觉得不满意。可是偏偏如果是重复的烧，已经有点类似我们说烧焦了，那整个又破坏掉了。所以真的是，非常紧张又很刺激的做一个工作在里面。但是问题是讲，像按你作品做出来的话，等于是说，您每一次做出来的作品都没有办法是重复的。绝对没有办法重复，因为你上釉的厚薄，你釉药跟釉药之间混合交界在哪里？因为这不是掐丝，所以完全是都是变数啊。所以完全没有办法复制，所以这个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作品。是，譬如说像我们这一个，譬如说它上面有很多的是有点像是像流动啦、像渲染的这样子的一个技法。那当时在进去之前，你就是已经设想好要有这个效果了吗？还是说其实你进去之前在烧出来的时候，你都还是没有办法预测它可能会是怎样的结果？随着制作的经验。如何让釉料跟釉料之间参差的，我们把它摆上去，这个都是根据经验而来的。所以预期上烧出来可能有8成左右符合自己预期，然后冷却下来，随着说，哪边还要再补哪一个色料多厚，然后再继续再修补下去。那一般来说，这样子的一个烧制的温度大概要多高？这种景泰蓝最主要，它应该是800到850都是最佳。如果是温度太高，甚至多个10秒钟，就有点像烧焦的那种瑕疵就出现了。而且甚至比较显眼的红色系的那种，因为属于化学成分里面，它比较珍贵的材料，单价都在1、2倍以上，所以烧太久，马上会变成有点所谓的超微搭。那种就是有点烧焦掉的那种，就等于是破坏掉画面了。好，那之所以会有这个，除了画画之外，这个作品就是说，因为景泰蓝这种作品它是来自从头上的法式到脚上鞋子上的装饰品，主要你手巧都可以去裁剪。然后甚至量化来做框来做出来，所以跟日常生活中结合在一起，非常的多样化啊。包括我这边我们古代做的比较立体的，像我立体的然后用不同的材质，有的是银箔、银釉药、特殊的窑变的釉药、特金类似很多都是。要经验累积之下，才能把它呈现好的作品出来。那你这样子从开始去制作，开始去学习，然后制作景泰蓝的时候，那我记得你老师是常常去参加一些展览跟比赛，对不对？那是不是跟我们观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说您的一些作品，或者是你的一个历届的一个成绩呢？在73年，我就以教师的身份，然后。得到工艺作品展的优胜，然后紧接着累积了10年的功力，然后得到
文建会主办、行政跟文建会主办的民主工艺奖，因为它是属于所参赛的5种类别里面的金工，所谓金就是说跟金属有关的工艺类、金工类的佳作，就是这一幅作品。然后之后陆续再从台北的国立艺术博物馆，还有台中、高雄美术馆各地参展，包括我自己的个展在文化中心。经过10多年的努力呢，持续不断的在全国巡回展览创作。后来在92年的时候，获得这个总统府艺廊邀请，说去总统府艺廊里面参展，然后陆陆续续都不断的在研究当中，包括在民宿里面，就是当初成立民宿，最主要也是跟我醉心于做这个工艺，然后有一个好的环境，才在那边搭建了一个工作室。可是等于如果我哋呢高先生唔单止喺做我哋咧建泰兰做规划，嘛喺有许多我哋咧总统府邀请去展览，但是头头伊嘛有讲啊，伊嘛作为的民宿。但是我想问的就是说，你做这个都已经那么忙了，你还开民宿？但是这个问题我不要问老师了，我要问师。请问一下，师那个开民宿浪不浪漫？就是当做运动嘛。当做运动，对，当做运动，等于是说很多事情要做。对，就是放轻松。但是客人来当然是很累，你不要想到很累，就当做运动这样做就好了。对啊，因为自己的家嘛，又不会说马上要做好这样，就慢慢做这样。那像你这样子开始做民宿之后啊，等于是说你民宿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你一手去包办嘛。对。那你以前在家里面也会做家事吗？还是来这边才开始学做家事？你看，看到我的咧，鸟先生嘅面都低好，有问题啊都低讲，以为佢容易因为讲啊，可以的民宿一天过后，那来这边才开始学，那个时候心里面有没有很挣扎？就是有一点觉得这个我没有做过，要怎么做嘞？就是后来就是慢慢做，他也会教一些铺床类似啊。就慢慢做，就做起来，就我自己包办了这样。对，因为刚刚老师有提到，就是说客人来的时候很忙，可是这样子的一个经营的过程里面啊，有没有让你印象很深刻的一个客人？有，就是客人这些年就是在民宿经营，就是客人有一些客人是蛮可爱的，他会去，很贴心哈，他去就是台湾。到处就是玩，然后他的特长会拿来给我分享，就是我觉得他们真的很贴心啊，我觉得很感动，因为我也是会煮一些好吃的早餐，就是款待他们这样子啊。对，就等于是说，他不会把你当成是民宿了，把它当自己的家了，他觉得当做朋友这样分享，很温暖啊。他说很温暖。你当初是有想到说，反正你的工作室也在那里，对不对？那你是希望说把景泰蓝跟民宿来做一个结合，那这样子等于是说你等于是你的工作室跟画廊也是放在那里的吗？对，因为我现在在我们每一间客房，还有1楼的客餐厅的空间，都展示了我几十年来在全省各地展览的，包括总统展览的作品呈现，让他们一踏进我们民宿，感觉这个作品在别的地方没有看过。那如果是客人有兴趣，他会主动问，我们就跟他聊，然后让他们知道说这个中华艺术它的一些精彩的地方在哪里，这样子。对，等于如果要把一个民宿变成一个关于艺术文化气质的一个民宿就是它的自己的特色就很自然的就凸显出来了。那因为马的迪贡，其实你小时候在旗山住过嘛，然后从幼稚园一直到小学嘛，然后旁边就是美浓。那你自己也是住在大树，其实大树是附近也很多是客家的村庄。那你自己本身有没有参加过一些客家的文化？有。就是像我们本身
从我们大树区到屏东、内埔哦，或者说林落这些客家庄也都很近，甚至我自己的媳妇都是客家出身的女子，所以跟他们都很互动，很频繁。刚刚你刚刚有讲，其实到内埔啦，到林落，就是我们所谓的跟美浓都是我们所南部的六堆的客家的村庄嘛。所以说，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个大的范围里面，其实根本就是没有一个族群上的一个差别了。那其实，在节目的最后了哈，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像其实您今天其实跟我们展现了不同的一种所谓的景泰蓝的一个算是艺术的工艺。那同时您也提到了你的民宿，那对于未来呢？对于不管是景泰蓝啊，或者是对民宿，老师有没有什么计划？从几十年来，我担任高雄市民俗审查委员，然后也在文化中心各地文化大赶集的活动、假日文化市集，曾经让各地来的朋友，他们能够体验中华文化之美，尝试自己简单的制作一幅属于他自己的作品带在身上。那我希望我在民宿的经营当中，配合着知性、感性，他来入住。如果他有兴趣学，我们利用跟他预约方式，然后让他能够不仅度假，然后又可以学到感觉专属于他的作品。这是我的一个想法，有的期盼这样子。来自中国的一个传统的工艺，有一个百公元的历史，但是经过传统的台湾来，虽然讲我听我的太输也的地方，但是经过我的呢个性上的一个努力以后，也为百公元来的一个传统工艺有个新的生发，同时嘛有新的一个发展。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高老师还有我们老老师来到我们现场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休息一下哦，到听我的欣赏来强化运动哦。北京福起来的观众朋友，記得去我的面書網站，還有到我的客家電視台 YouTube，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哦。